哦。顾总，你来啦，南宫，请进。这瓶红酒一会儿聚会的时候一起喝。谢谢顾总。不错啊，虽然小了一点儿，但是很温馨，看得出花心思布置了。家里地方小，您别嫌弃啊。其他客人呢？是我来早了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刚上班2天，认识的同事也不多，所以就请了2个要好的，他们等一下就到。顾总，您先坐，我给您倒杯咖啡。好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怎么了？对啊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很抱歉，家里有点事儿，可能一会儿要早点回去。啊，这菜都做好了，这些可都是我亲手做的。那是，不管怎么样，饭也得吃完啊。来，产自法国圣彼奥古堡的红酒，这款红酒给人的第一印象，气味清新，单宁柔和，回味持久。顾总，你可真有品味，我真的非常喜欢您带的这款红酒。看来南宫对于红酒还挺有研究啊。那我今天就借花献佛，敬您一杯，谢谢您陪我过生日。Cheers。哈，可能是你朋友来了，开门吧。啊，开门啊！他们都是来给你过生日的。那您稍等。谁啊？
琉璃，是你。怎么不方便？琉璃，这位是？我是哦，他是我表哥，过来给我庆祝生日的。哦，那正好，一起吧。你要是晚来一步，我们就开吃了。来，坐吧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对呀，今天我生日。好。既然是你生日，那我祝你生日快乐。哦，好酒量。说好的马上回家呢，骗子！这，你表哥怎么了？不好意思啊，让您见笑了。我表哥他脑子不好，而且不顺酒力，一杯就倒。你看，就又喝了一杯。哎，你表哥真逗啊！要不这样吧，你就照顾你表哥吧。正好我家里也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顾总，改天请您吃饭。不用了。啊，不用了。咳什么咳呀？没看见我在看书吗？不要打扰我。倒着看书，厉害了。我洗澡了。回家洗澡，那就是说什么也没发生了。醒了，醒了就走吧。琉璃，昨天顾西城的酒里边，你是不是下药了？我下药了。你想怎么样？告诉他啊。嫁个有钱人，对你就这么重要吗？顾西城他不是一般的有钱人，你知道我嫁给他那意味着什么吗？我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，不用为每天的生活发愁，我可以去实现我自己的梦想。傅博雅，你为什么要阻止我？琉璃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？为了能实现你的梦想，你可以放弃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可以不择手段的去勾引顾西城，甚至为了他，可以打掉我们的孩子。别跟我提孩子。琉璃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了解他们吗？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？你这是在玩火，你知不知道？
自己看。谁干的？是不是贺锦熙？奶奶早，哎，早。我们上班去了。哎，奶奶，我们走啦。嗯，去吧。把衣服穿上。好，奶奶，拜拜。方叔早，好好。上班啊？方叔早。哎，老夫人，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？放心啦，只要他们两个人啊，能这么一直好下去。嗯，您喝茶。哎。